康吧欢乐行，欢迎收看康吧欢乐会。我们扎西德勒哪里风云，一起来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内容。在我们今天欢乐歌舞的一开始，首先带给您的是扎西平措演唱的歌曲《一面湖水》，同时我们还要欣赏到精彩的原生态舞蹈《天湖之舞》。在欢乐祝福环节，除了为您送上真诚的祝福以外，我们还将欣赏到巴金洛南才人带来的歌曲《拼搏》，更多精彩，一起走进今天的康吧欢乐会。聆听天籁，悦动你心。扎西平措，中国好声音第2季全国总冠军。作为中学理科老师的他呢，除了能教数学、物理和化学，还有着强烈的这个音乐感染力啊。他虽然不善言辞，但他可爱、真实、善良、质朴。只要他张嘴，就会给人带来空灵般的天籁啊！不仅有天生的好嗓子，还能在世界音乐、R&B 啊这个藏族的特色唱腔中无缝切换。今天节目的一开始，一首扎西平措带来的《一面湖水》送给各位。山上的湖水是躺在地球表面上的一颗眼泪。那么说，我枕畔的眼泪就是挂在你心间的一面湖水，一面湖水，一面湖水。有人说，高山上的湖水是躺在地球表面上的一颗眼泪。那么说，我枕畔的眼泪就是挂在你心间的一面湖水，一面湖水，一面湖水。乌
年来，康巴卫视藏历新年电视联欢会的舞台连续推出了一批优秀的原生态舞蹈，成了这个雪域高原农牧民群众和草根艺人们展示才艺的这样的一个舞台。在2017年的联欢会的舞台上，纳曲地区带来的原生态歌舞《天湖之舞》就曾惊艳四座。舞蹈是在班戈协亲的基础上创作的。协亲呢是纳曲地区班戈县的传统歌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男女对唱还有对舞来赞美大自然、生活和表达爱情。这个舞蹈保留了协亲的基本元素，在牧民们平时表演原始动作的基础上呢，让舞蹈动作和姿态更富美感。接下来我们共同去欣赏这好看的舞蹈。
传情，祝福吉祥。又到了今天为您送上真诚祝福的环节了。在今天的节目中，首先送出祝福的是来自西藏索县的索次佩，他呢给我们留言说要把他美好的祝福送给自己的家人，希望家人一切都好，此人乐家。好的，在这里我们把一首《拼搏》为您送上。
传情，祝福吉祥。接下来送出祝福的是来自四川甘孜香城的手机号码为158康巴欢乐会764的梅朵。他说呀，他要把祝福送给自己的朋友丁培，希望他勇往直前，越来越好。好的，在这里我们把一首《害怕》为您送上。虽然是一首名叫《害怕》的歌曲，但希望您奋斗努力的路上永远不要害怕。一起来欣赏吧。歌舞传情，祝福吉祥。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